3年入邊其實涵蓋嘅部分好多元化啦。首先可能係關於一啲本港教育制度、主流嘅教育制度啊，都會面對到好多唔同嘅學生喺唔同程度上邊都會有需要啦。而家幼稚園老師有機會全面學位化嘅，咁所以我就必須修讀一個學位嘅課程。從大方向去睇，你會見到喺香港嘅例如特殊需要嘅學生有邊一類型啊？覺得啦係一個為自己嘅工作上邊嘅一個裝備啦，一個裝備嘅好好嘅工具嚟嘅。除咗我自己幼兒教育之外，我自己都可以去有唔同方向嘅去考慮，或者自己喺選擇方面其實我覺得係闊咗好多。我以前咧都係教主流學校嘅，咁其實讀咗呢個課程畢咗業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有一個資格去教特殊學校。咁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出路，又或者我都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。有啲小朋友其實係停唔到落嚟啊，喐嚟喐去啊，咁你就會唔能夠理解點解佢會咁樣做咯。但係其實原來你發覺我哋特殊裏面有一個叫ADHD 嘅，可能面對佢哋可能喺地下度大叫啊，喺度碌地嘅時候，我唔知點樣去幫佢哋，可能我就咁拉佢起身，我會整傷佢哋。經過咗疫情之後，佢哋由網課轉翻做實體課，其實呢一度已經中間佢哋嘅心理其實承受住好大嘅壓力。佢哋嘅表現入邊，我點樣可以辨識到佢哋有咩特殊學習需要，去用翻一啲策略去幫助佢哋。原來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冷靜啦，或者係坐喺側邊陪住佢哋，去令到佢哋冷靜之後，先至再去教導翻佢哋去處理佢哋嘅問題。咁呢個係我喺讀之前同讀之後嘅其中一個唔同嘅分別。學到點樣同家長去溝通，令到家長會明白小朋友真係有呢啲學習嘅情況，同埋去尋求一啲援助。我覺得讀書開心係因為首先最新嘅一啲資訊或者係一啲教學法，其實你未必喺工作嘅地點上會教你，你係要喺學校裏面通過去學習，佢先至會去教你嘅。視障同聽障嘅學生咧接觸比較少，咁係透過呢個課程入面咧，令到我更加去明白到佢哋嘅處境。我要做一個視障人士，咁由同學帶領我去行走一條路咁樣啦。咁嗰陣時我係好驚嘅，咁可能老師會叫我哋咁樣摸住佢啦，咁但係隻手就咁樣好驚，就不其然咁樣抓住嘅時候咧，就好感受到佢哋可能無論先天定後天都好啦。如果視力缺損咗之後咧，其實佢哋嗰種感覺係點樣？係啦，所以令到我好深刻。如果一個小朋友咧係懷疑佢有自閉症嘅，咁嗰陣時咧佢一轉換課室環境嘅時候咧，佢嘅情緒起伏就非常之大㗎啦。佢一定會喊啦，同埋會喺課室門口嗰度扭計，唔肯入去。咁嗰陣時喺讀咗課程之後，我就知道哦，原來我可以咧令到小朋友有心理準備多啲嘅。我可以喺課室入邊張貼一個時間表俾佢睇，每一日我哋會去咩地方，或者有啲乜嘢做。我大概會喺每一個活動完結之前5分鐘，我亦都會再提醒一下佢5分鐘之後，譬如我哋要轉去音樂室上堂㗎啦。用咗呢個方法之後，其實小朋友佢係情緒穩定咗好多，佢自己嘅信心亦都提升咗啦，同埋佢自己亦都開心咗。最大嘅心得就係你要因材施教啦。見到咧呢一塊係一個乜嘢嚟㗎？鏡入邊咧睇到邊個啊？喺視覺上邊，喺觸覺上邊，唔同嘅多感官學習，為住嗰個同學嚟講係有一個再更加有增益喺度。數數嘅技巧，佢有實體去望住，或者係運用自己嘅身體，運用自己手指督住咁樣睇，係方便或者容易過就咁用肉眼睇嘅。咁但係佢有冇禮貌啊？佢都好有禮貌喎，點解啊？因為佢拜拜。妹妹係比較細啦，作為老師其實一定係先觀察小朋友本身嘅喜好同埋能力。你想畫埋？畫隻眼啦，有冇眼啊？畫個大圓啦，大圓。所以喺畫畫嘅過程中，你會睇下其實佢個能力可以去到邊度，跟住再去吸引佢有啲唔同嘅顏色啊，唔同嘅形狀。嘴巴，爸爸。
先至會去慢慢去聽到我嘅內容，去嘗試去跟我嘅要求或者跟我嘅步驟一齊去做咯。咁其實個過程中，個小妹妹係有啲位係能夠跟得到，而且係覺得有趣嘅。咁呢啲小朋友其實你喺去認識佢個當中，其實你多咗一份包容。開始慢慢見到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，開始有轉變啦。咁我就更加下定決心咧，希望可以繼續進修啦，咁就幫佢哋啦。亦都好希望咧繼續喺呢一行度發展。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份工啦，再加上繼續進修上去嘅。喺個態度方面啊，喺一個價值觀方面都係培養得好好嘅。咁啊，讓到我可以好好咁樣將我自己所識嘅嘢啊，去傳俾下一代嘅學生咯。一同你接觸嘅時候，佢未必認識你，未必認得你。到佢真係有一日，終於識開口，可能嗌你師，你經過一番嘅努力之後，佢明白啦，佢記得你嘅時候，嗰種成功感、滿足感係暫時我喺其他工作上面都未揾得到嘅。